Hello，早晨啊，各位老友記，係我啊，Steven 關啊。今日我哋咧就接翻上次嗰個話題咧，有咩嘢學啊？我哋退休人士長者有咩特別嘢要學咧？嗱，我揾咗啲資料喎，原來咧之前咧我所揾嘅學院啊，其他大學嗰啲資料咧。都有好多更新嘅喎，其中一樣咧，我都曾經讀過嘅就叫做解鎖創意智慧喎，原來喺都會大學嗰邊都有嘅。咁啊，你大家留意下各大嘅傳媒啦，或者係社交媒體啦，佢哋都有嘅。咁啊，最主要係幫你去解開你自己嘅思想啦，俾自己有啲創意咯。唔好死咕咕咁樣諗一啲嘢咧，原來呢個世界有好多方面嘅嘢嘅，咁呢樣嘢我哋都可以接受下嘅。最主要就係講下一啲如何將一啲事物去另一個角度睇下啦，或者增加你嘅左右腦嗰個功能。咁原來我哋個腦入邊都分左右腦喎，咁啊左腦思維啊、創意啊，右腦思維就係為會計啊、數學嗰啲，咁呢樣嘢都好實用嘅，可以幫你自己擴大自己嗰個思想領域啦。嗱，人哋講嘅嘢未必係一定係啱嘅，最緊要有自己嘅邏輯啦。邏輯係基於你自己平時去訓練你個腦有冇數據啦，或者即係所謂大數據啦。AI 入邊講大數據咧，其實就係我哋所謂人嘅邏輯啦，同埋你以前嗰個智慧啦，呢樣嘢真係好幫助你去諗嘢嘅。咁樣我都好大力去推薦你哋去試下啦。都會大學呢邊嘅咁每年都有幾次開課嘅，你都花啲時間去睇睇啦。另外咧，有個老友俾電話我，成日都問我，喂，佢都好想做下啲 YouTube， 做下啲頻道。我問我有咩方法喎？咁其實好簡單啫，你跟一啲專家啊，或者一啲已經做開 YouTuber 嘅人問下佢咯。其實呢樣嘢都唔係話好難嘅，最緊要樣嘢就係你肯學咯。我聽聞有個朋友話要開班，好似喺澳門嘅，有一啲叫做YouTube 變異嘅課程咯。咁你如果有興趣嘅，你可以留言俾我啊，我可以話翻俾你聽係邊一間公司咧，或者邊一個人搞咯。咁呢樣嘢就喺坊間嚟講比較少啲嘅。咁冇乜話好特別嘅，不過你最緊要係有啲專家幫你做過或者帶過你，咁你自然就識噶啦。因為人呢有好奇怪嘅，係。